来继续来看台中太平一江桥飞行场，是中部地区耍无人机唯一合法的场地，有不少人拢来这展现着遥控无人机的特技，嘛算是达成着家己驶无人机的愿望。 无人机一台对一台加速冲上天顶，这是这遥控无人机的专家练真久的成果。伫太平一江桥飞行场是中部唯一合法会使耍无人机的所在，或者歌手会当表现特技。每天都有人在这边做飞行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也互相学习、互相观摩。 操作遥控飞行器，和无人机伫天顶咧飞来飞去，要练到这款的程度，上无爱5年到10年。能够飞飞机也很容易可以飞，但你要把飞机的动作做到很精准，其实是有难度的，并且它练琴你练不对的话，你重练就好。飞机练不对就是摔掉。伫现场有各种大小型无人机，真正互人大开眼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